慢行国道219终于要来到我们马关啦！我们马关是一个人文风情非常浓厚，而且传统文化非常保存的原汁原味的地方。那这次我们要穿上我们马关的苗服，来带我们的蒙曼老师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边关民族风情。文山是壮族苗族自治州，然后第二大民族就是苗族，它的服饰也记载了苗族的迁徙历史，所以它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服饰史书。这个就是我们苗家的一个墨，时来运转，好运连连，吉祥如意，国泰民安。这种亮布要拿那个猪血和我们的植物染料进行千百次的捶打才能捶打出来。元素它被禁种了20多年，后来国家考虑到我们这一个特殊的产业，就特批了我们种植工业麻。这是无毒的工业麻，这让我们这个非遗技艺重新回归到了我们的苗家人的生活中。这个麻在国际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布料，有防辐射呀，非常通风散湿散热，这个功能非常好。所以这个麻布现在我们就把它引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服饰设计里面，试穿一下我们这边苗家的传统的盛装。我们苗族呢，它是无论贫富贵贱，每一个女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级定制，它是一种平等的精神。然后呢，每一个女孩子在出嫁之前，妈妈都会给她亲手绣一套那个嫁妆，那包括我这套就是我的订婚服，是由我的婆婆亲手给我绣制的。然后她的这个盛装就是代表了妈妈对女孩幸福生活的一份祝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服饰的结构版式和元素，在我们苗族的服饰上都能够找到现实版的活化石。苗族分成3大方言，湖南湘西一带的是东部方言苗族，贵州黔东南的是中部方言苗族，我们云南文山还有四川西部这一带属于西部方言苗族。我们西部方言苗族跟东南亚海外的苗族，包括泰国、老挝、澳大利亚还有美国的苗族是一脉相承。我们的语言跟国外的苗族是相通的。蚩尤、黄帝、炎帝，他们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共同缔造了整个中国的这个民族文化。现在大家已经公认蚩尤、炎帝、黄帝是中华3族嘛，所以说它是属于世界的，但它更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我们这衣服上记录了我们中国的名山大川，记录了苗族走过的每一个脚印，走过的山山水水。但是无论走过多少，我们这是一个中国的华服之一。是的。苗族以前它是种植禾苗的民族嘛，苗也因为这个字而来，所以它很多都有种方太田的那种海布，对祖先那种田地诚实的一种纪念。一个农耕民族，其实就是一种相对抽象的这种形象。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作为时尚元素，如果能抽象出来的话，它会被更多人懂得和接受。磨的是人千百年来的耐心了。一天成诗就学成这个样子，很不简单了。219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它不仅仅是一条风光大道，还是一条民族文化大道。希望大家都能够开着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起来，汇入我们这个彩色的洪流之中。